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Mango 音樂頻道，我係 Mango，我帶俾你感言、理性、輕鬆嘅音樂分析。今日呢條片我係特登重新剪輯過嘅加長版，係上一條嘅加長版，因為咧之前嗰條咧有 TVB 嘅版權問題，我換咗啲片段再上載，而且咧我仲加入咗上次漏咗啲嘅重要批評。如果你覺得 Mango 上次已經鬧得夠狠咧，呢次我同你講仲狠啊！因為我反覆咧睇完鄭家星也許不義同埋其他嘅表演之後咧，即係忍唔住咧有啲嘢要再講。嗱，請再睇我呢條長版嘅，睇到未？請點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。最新一集中年好聲音啊，累積排名分第二回合原唱之夜。鄭家星同李健達合唱也許不義，呢個表演 Mango 翻睇咗好多次，每一次都覺得係完美，冇得彈。但係肥媽同鍾鎮濤阿 B 嘅評分同點評啊，令到 Mango 火都嚟埋。阿肥媽話鄭家星走音，阿 B 話佢唱和音得一個音唔夠。Mango 咧聽完之後想問一句：你哋識唔識聽歌㗎？最慘嘅係佢哋嘅錯誤評分直接影響鄭家星入決賽嘅機會。今日 Mango 咧會逐點拆解肥媽同阿 B 嘅錯誤評判，用證據同音樂常識話俾大家聽，鄭家星係冇走音，佢只係唱 ad-lib， 佢嘅和音係世界標準嘅。開始前請點讚訂閱，開埋小鈴鐺。首先我哋還原下琴晚嘅表演，鄭家星同李健達合唱也許不義，呢首歌係李健達嘅經典名曲。兩人將歌重新改編，加入 ad-lib 之餘，副歌其中一段二重唱，鄭家星唱高八度，李健達唱低八度，形成強烈對比，唱得超正，效果超好。張佳添當場嘅激讚，話你俾到新鮮感俾我，好正。哇！經典嘅旋律，經典嘅電影，哇！仲有健達喺度加持你，家星，你俾到呢首歌有一種新鮮感俾我。自從你開發咗你嘅容聲之後咧，真係開始注重於你嘅表達。譬如有啲位你唱咗一個高八度嘅，咁阿健達就低八度，嗰兩個感覺係好正。好將呢首歌嗰個情懷揞咗落我心裏邊。繼續努力。多謝添 Sir，thank you。其他嘅評判咧都俾高度評價，最終咧幾個都係俾89分，除咗阿 B 同埋周國峰。肥媽話鄭家星走音，阿 B 咧就批評佢嘅和音係得一個音唔夠。Mango 咧就要問你哋有冇認真聽過成個表演㗎？你識唔識音樂㗎？ Mango 咧逐點拆解。肥媽話鄭家星走音，但係 Mango 用專業耳機反覆聽咗呢個表演好多次，鄭家星根本係冇走音，佢只係唱緊 ad-lib， 即係即興嘅演繹。肥媽，中間佢有幾個 chord 係好難捉嘅個音，嗰個走音，因為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度咧，已經係唔可以容許你走音嘅，好嚴謹係嘛？因為你同個原唱唱咧，係點都有啲壓力。佢仲要第一個出嚟添，唔錯啊。ad-lib 係咩？就係歌手喺原有嘅旋律基礎上邊加入自己嘅即興變化，令表演更加有個人風格。呢個係高級嘅演唱技巧，而唔係走音。我就覺得鄭家星呢個 ad-lib 咧，係佢係想係做一啲嘅一個孤獨感、荒涼感。其實係好正，佢呢個係自己覺得加得係好正嘅，絕對唔係走音。家星佢唔係一個靠賣弄技巧嘅歌手，鄭家星一直用佢嘅真摯嘅心唱出嚟嘅感情，好有 feel， 好有穿透力。佢用嘅聲有不同嘅用聲，係好能夠表達到感情，佢能夠打動到人。呢個先係家星嘅個人魅力同埋特色。好啦，再嚟啦。阿 B 批評鄭家星嘅和音得一個音唔夠，話應該轉下音，多啲色彩。
嘉升唱得好好啊，有真係擺到你自己嘅風格喺度。如果你最嬲尾嗰陣時咧，因為覺得啲 chord 就變住，咁但係你一個直音咧，其實可以變一變，可能隻歌啲顏色就仲會好啲添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Mango 聽到呢句真係忍唔住即刻爆出嚟。阿 B 啊，你啊 B，你識唔識音樂㗎？其實好多和音都係咁嘅，一個音一樣咁正，呢個係正確嘅，好聽嘅。嗱，如果你唔識 Mango， 俾個實例你，你有冇聽過 Simon and Garfunkel？ 嗱，大家聽下 Simon and Garfunkel 嘅最經典嘅 The Sound of Silence。Paul Simon 喺歌裏邊好多和音都係一個音。嗱，你聽下開頭嗰幾句和音，尤其是第3、4、5句，全部都係一個音，但係呢個和音係靚到成為經典嘅。Simon and Garfunkel 嘅和音係世界音樂界嘅經典。邊個敢話 Simon and Garfunkel 嘅和音唔夠？邊個敢話佢哋得一個音唔好聽？和音嘅價值唔係在於佢有幾多個音，而係在於同主旋律嘅化學作用。鄭家星嘅呢個一個音嘅和音，同埋李健達嘅主旋律，形成咗完美對話。呢個正係二重唱嘅精髓所在。再講鄭家星唱呢隻歌已經有好多色彩嘅。阿 B， 你仲要咩色彩呢？最令到 Mango 爆嬲嘅呢，就係阿 B 嘅評分，其他嘅評審一致係俾89分，但係阿 B 竟然只俾84分。比其他人低咗5分，周國峰就俾86分。呢個差距係喺10強爭7強嘅關鍵時刻係致命性嘅。嗱，呢隻歌評審又會俾幾多分呢？一齊睇下。好，87分。OK。阿 B 俾84分，但佢完全冇指出任何具體性嘅技術問題，佢只係話和音得一個音唔夠。Mango 已經證明咗呢個評判係錯嘅。如果一個評判俾低分又講唔出理由，咁係咪亂咁嚟啊？嗱 ，Mango 咧要講一個殘酷嘅事實，阿肥媽同阿 B 其實自己都唔係咩頂尖歌手。肥媽以巨肺見稱。但係佢嘅演唱風格偏向大開大合，細膩度唔夠。阿 B 嘅代表作《讓一切隨風》係經典，但佢嘅唱功從來都唔係技術型嘅。佢唱歌成日好似走音咁樣，把聲好浮。一個自己都唔係頂尖嘅歌手，憑咩去 judge 一個技術同情感到位嘅表演者呢？仲要亂咁俾低分。Mango 呢要講一個呢我好嬲嘅問題。就係嗰啲音樂太大聲，個 band 太大聲。我諗有好多嘅聽眾都有同樣嘅 complaint。嗱，我喺屋企我用電視睇阿鄭家星呢個表演嘅時候呢，根本就唔係好聽清楚鄭家星唱乜。我要戴住個 headphone 呢，咁先至聽得係清楚啦。咁你話一個歌唱比賽，連參賽者把聲都唔係好聽得清楚，呢個係咩製作水平？而咧呢個咁樣嘅歌嘅音樂太大聲咧，喺好多其他嘅表演上邊咧都有同樣嘅問題。以前咧有幾次都係咁樣嘅。好啦，關於阿鄭家星唱呢個歌咧，最離譜嘅就係咧，佢除咗開頭嗰啲已經唔係好清楚咧，去到 ad-lib 嗰陣時咧，佢把聲都初勉強都聽到，去到大半以後咧就開始越嚟越細聲。咁呢個真係我用 headphone 去到尾都未必差啲聽唔晒。咁其實呢個呢係好唔公平嘅。阿鄭家星嗰個 ad-lib 其實係好好嘅，佢設計好，唱得好好，但係呢個音樂佢配唔到，歌聲呢聽出嚟太細聲，呢個對佢真係好唔公平。一個歌手嘅 ad-lib 啱啱就係展示佢對音樂感同埋即興能力嘅重要部分。結果因為樂隊太大聲，佢嘅精心演繹完全被淹沒，評判聽唔到，點樣俾高分？我之前講過，其實咧鄭家星咧響呢個 ad-lib 佢係想營造一個孤獨同埋一個荒涼嘅感覺嘅，但係呢佢完全都嘥咗佢嘅心機，嘥咗，評判亦都聽唔到，仲話佢係走音添。
其實鄭嘉星係冇理由，完全冇可能響呢個咁簡單嘅音度走音，我都聽唔到有走音。跟住咧，另一個係好嚴重嘅問題，評判嘅評分標準似乎偏向大聲就好，都唔係呢次嘅啦，係好多次以嚟咧。中四咧，你聽過啲歌手嘅唱歌咧，好多都係喺度嗌爆咪咁樣嘅，唔係一兩個，係好多個都係咁樣。但係評判咧，好多就拍晒手掌嘅。嗱，你睇下嗰啲參賽者，個個都係用嗌爆咪嘅方法唱歌，聲嘶力竭，青筋暴現，真係喎。譬如琴晚你睇下，嗰晚睇下鄭仲豪，佢真係嗌到真係青筋都出埋嘅喎，嗰個額頭嗰度嗰啲。咁啊，呢啲咁嘅唱法咧，阿 Mango 真係好難頂。但係咧，評判咧就竟然咧個個拍爛手掌，俾晒高分。咁呢啲咁嘅評分標準咧，根本就係鼓勵參賽者 oversing 過度演唱。有陣時佢又識得講話啊，你 over 咗啦。但係咧，佢 over 嗰時你又拍爛手掌喎。你越大聲越用力，評判就覺得你有爆發力有料，俾高分。咁呢啲咧就唔係唱歌嘅應該，又唔係鬥大聲，而係控制咁嘅唱歌。好啦，講翻鄭嘉星，佢響也許不易嘅後半段有幾個好靚嘅高音爆發位，佢唱得夠聲、夠穩、夠氣勢，而且係完全控制得住嘅。佢冇 oversing，佢冇聲嘶力竭，而係用一種好明亮、好開放、好自然嘅方法，好有感情嘅方法去唱。最勁嘅係佢其中一個長音位，拉完個長音之後，拉得好靚啊，完全冇唞氣，直接唱下一段。呢個咁靚嘅聲，咁樣嘅氣息控制呢，係好高水平嘅表現。但係評判完全冇留意呢一點，完全冇反應。佢哋對呢種有控制嘅靚聲係冇反應嘅，佢哋反而對於嗌爆咪嘅參賽者就拍爛手掌。所以呢個咁嘅評判嘅標準係有問題嘅。佢哋鼓勵咗 oversing， 嗌到拆晒，忽略咗控制、細膩感同埋音樂感。呢種咁嘅評審方式咧，會令到參賽者覺得越嗌大聲就越高分。最終嘅損害嘅咧，就係成個香港樂壇以為哇嗌晒救命就好聽㗎啦。鄭嘉星響也許不易嘅表演係一個技術同情感兼備嘅高水平表演。佢冇走音，佢只係唱 ad-lib， 佢個和音正正就係世界級標準。肥媽同阿 B 嘅批評同評分完全係錯誤嘅。Mango 咧就呼籲 TVB 檢討呢個評審制度，檢討呢啲評審嘅水平。如果評審可以亂咁俾低分，而又講唔出理由，呢個比賽嘅公平性何在？其實阿 B 當晚好多其他嘅評語都係有問題。其他嘅評判都係，如果肥媽同阿 B 繼續用呢種方式評審，佢哋應該就被炒魷。網民應該一齊發聲鬧爆呢種唔公平嘅評審。如果連參賽者把聲都聽唔清楚，如果評審只係中意嗌爆咪，呢個比賽嘅公信力何在？最令 Mango 欣賞嘅呢，就係鄭嘉星聽到呢啲錯誤嘅評判後，都冇表現唔開心，都好輕鬆樂意接受。最後我想問大家，你覺得樂隊係咪太大聲？評審係咪偏向嗌爆咪嘅歌手？肥媽同阿 B 嘅評審公唔公平？鄭嘉星嘅表演值唔值得更高分？留言同 Mango 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認同 Mango 嘅分析，請俾個 like， 訂閱我頻道，同埋分享呢條片俾更多人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